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启示录第5章6节到14节，启示录第5章6节到14节。好啊，本圣经新约第360页，我就看见伫座位甲4位的画面的中间，甲伫遐个长老的中间，有羊羔徛伫，亲像目睭台，有7支角、7类目睭，就是上帝的7个神，风吹到普天的。伊就进前对迄个坐伫座位的正手摕迄卷，伊摕迄卷的时，就4个画面甲24个长老，拢拍伫羊羔的面前。逐个有琴甲金炉，堆香满满，香就是圣徒的祈祷。也吟新的诗讲：你堪得摕迄卷来开伊的印，因为你受台，捌用你的血对逐族、逐腔口、逐号百姓、逐国买人来归上帝，互因做国做祭司来服侍上帝。因也要做王伫地上。11节，我阁看像听见座位甲画面甲长老的周围济济天使的声，因的耶笑千千万万，大声讲：受台的羊羔合宜得到权能、富有、智慧、快乐、尊贵、荣光、恶乐。阁听见伫天、伫地、甲伫地下面、甲海面一切受造的物，甲其中凡所有的，拢讲恶乐、尊贵、荣光、权势，拢归互坐伫座位的甲羊羔，到代代无尽。14节，4个画面讲阿门，遐个长老就拍伫板。以上，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琴甲香炉第一节，琴甲香炉的侍奉，琴甲香炉的侍奉。咱同心来祈祷，主伊天堂的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也感谢伫主日，阮有即个福气要来敬拜你。那阮今仔日要来思考，伫天顶的敬拜是安怎的敬拜？通真做阮的学习，阮需要主你显示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阮也要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求主你帮助阮，祝福伫阮的心情。祈祷靠着所有名，阿门。大家平安。啊，咱为今仔开始到年底时，咱有四个礼拜，咱要讲到琴甲香炉的即个系列。为什么去讲到琴甲香炉？即伫咱平常时，咱较罕咧听去，咱也真罕咧会去讲到即个启示录，因为启示录互咱的印象中间，伊就是有言的，伊就是一种启示的，咱应该看无啥有的。咱今仔日要伫些所在，互咱大家会当有一个明白。咱当然今仔日无办法讲真多，但是咱至少咱要来学习天顶的敬拜到底是甚物。所以头一个问题要问讲。你毋知有想过讲地上甲天顶的即个敬拜有啥物无共无？咱逐礼拜日，咱就备办咱的心，咱到伫拜堂，咱就照咱第一场、第二场，咱就备办心。咱即摆是用会前读圣经的话语来备办咱的心，然后咱就开始照咱的听书，咱有伫迄所在有宣调，啊，伫遐有念圣诗，有祈祷，然后咱也有献诗。咱进入到伫看上帝话语，刷落咱开始佫有一寡灵仪，包括报告，包括奉献，是咱的回应等等遮个。他伫天顶的敬拜是毋是亲像安尼？还是天顶的敬拜完全无共款的所在？因为伫迄个所在可能也无啥物祈求，因为已经到伫天顶去啊，一寡遮个项目无，还是安怎？咱要来知影讲，到底天顶的敬拜是安怎？
还是讲有一天，当咱转去到主的面前的时，咱毋知影讲，咱在用什么，还是要安怎来敬拜伊也无？但伫圣经中间，大部分拢着对面上的代志，但是有一关，就是即个伫启示录中间，伊讲着对天顶的即种情形，伫遐敬拜到底是如何？咱知影即个顶头大概大部分的人拢认为讲，启示录就是即个。耶稣的学生12使徒中间的即个约翰所写，但是嘛有人无共款的意见伫咧。不过大部分的人拢认为伊是即个迄个耶稣的学生的即个约翰写。不管伊是毋是，伊的内容因为非常的丰富，只有即个上帝的默示才有可能写出来。所以真侪人已经不再伫遐来争论讲，到底什么人是即个作者。因为内底内容是遐尼互咱得到帮助。但伫即个，咱今仔日无看到即个圣经在伫遐咧讲头一节伫遐讲到即个启示录第1章的第1节就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所予伊来指示伊遮个路仆的，就是要紧紧行的事，伊就托伊的天使去指点伊的路仆约翰。所以启示录一开始就讲是啥？后壁所要讲的，遮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什么叫做启示？启就是甲拍开，示就是伫迄个所在来显明出来。华语讲开启、显示、开起来，然后显明互大家知影。所以表示讲，原来有一寡上帝国的奥妙，本来是困隐密伫咧，逐人无办法知影。但是透过即个启示录，要互咱知影耶稣基督伊的启示是啥物，要甲拍开，搁要显明，互咱来知影。启示录差不多是主后的95年伫遐来写的，写了以后，中间有几啊经过一寡即个风波伫咧，到底启示录是啥物属伫正典，就是啥物属伫咱圣经66卷内底应该有的。到伫主后397年的时，第3摆的即个加太基议会伫遐总伊决定讲，启示录就是66卷的即个圣经内底的一个，是正典伫咧。毋是参像咱有个人是，敢若听起来敢若是圣经，但其实毋是，咱叫做伪经共款。但是一直到397年已经决定了，已经到680年的时，君士坦丁堡的会议，搁一摆伫个所在确定，即个66卷就是即60，不再增加，嘛无减少的时，伫遐互咱知影讲，启示录就是这几啊千年内底。咱的基督徒拢认为这是透过上帝所默示，和即个约翰伊所写出来，是上帝的话语，要互咱来明白。即种启示录是会当讲是一种启示文学、预言的即种文学。伫咱圣经中间，毋那干那即个启示录，咱拄好伫即每日研经时看到但以理书，伊嘛是安尼。但以理书也是以西结书也是撒迦利亚书，嘛是拢是属于即种启示的即种文学伫咧。其他个有别的圣经中间某一段内底嘛有即种启示，但是规本来看是就是即4本伫咧。启示录、以西结、但以理甲撒迦利亚书。当写这启示录，写这即种启示的文学、预言的文学、天气的即种文学时，就是迄当时的人，普通人拢看无。讲是咧讲一项什么代志？你若毋是在伫迄种背景中间，你无办法了解。有即种启示文学出现的时，通常拢是迄阵迄个国家受着一个患难，还是百姓伊嘛受着真痛苦，因开始感觉因的生活茫茫渺渺、绝望，无啥物意义的时阵，有即个上帝使者，就透过伊的使者，就来讲即个启示的即个文学，互因看。因伫遐因看时，因会当明白，但是咱真可能无办法明白，因为咱无伫迄个背景中间。但是即个启示文学伊有一寡特色伫咧，至少5个特色。头一个特色就是内底讲的名，毋是真正的名。这个人的名，有诶拢是伫迄个所在代表一个人若定，伊袂使去讲迄个真敏感的即个名出来。第二，伊真有可能一寡数字会出现，像有7个，头拄仔咱所读的中间有4个画面，还有7个神、7里目睭、7支角，有24个即个
张落下，有真侪这数字出来，这数字拢有伊个上顶的意思伫咧。第三，又讲到一寡动物，讲到一寡色彩伫咧时，这嘛是伊个上顶伫咧时。但可能加减会去讲到。第四个特色就是，迄个时阵拢是真悲观的时阵，然后有一个真乐观的情形发生。会讲起就是一个主掌管着宇宙的这个主会出现。虽然咱即马当着真困难，但是有一个主，这个主是要拯救咱的，就带来这个毋茫伫咧。第五个特色就是用这启示文啊，拢是讲起着有一个好甲一个歹，两个人伫迄个所在，两边伫迄个所在咧相争共款。这是一寡有言的启示的文学所表现的一寡这特色伫咧，伫咱圣经中间常常会去看见。讲到敢若是咧讲到两言论，就是讲好甲歹两个若定，但是其实应该是咧敢若讲好若定，即个歹最后一定会输的，即个好一定会赢，就是主一定最后会即个掌管伫咧。所以照着咱的圣经底下所讲的启示着头一个讲着讲，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安尼讲是耶稣基督是即个启示着上界重要重心伫咧。不过咱若有咧开始咧看启示，咱就知影讲，一开始的时第一章有大约去讲到即个耶稣、甲圣神、甲即个上帝坐伫宝座顶。然后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就讲起约翰写批互7间教会，启示了即个7间教会。这7间教会拢伫即摆土耳其的所在。几啊年前的时，3年前教会嘛要组团到伫土耳其去的时。去遐看伊，即嘛去看这7间教会，早的7间教会拢已经变做废墟啊，拢剩石头那定，已经无伫袂当看起早时的即种拜堂的即种方式伫个。但是第2章、第3章是约翰写批互遮的教会，伫遐来鼓励因，还是责备因。像伊讲起倒7间教会，你是一个无烧无冷的教会，恁伫迄个所在已经毋是真正咧敬拜上帝啊。你是甲看到一种仪式若定共款，伫遐要提醒着伊。然后到伫第4章的时，才开始伫遐来提起着即个基督伫遐要出现。但是到伫启示着中间咧讲基督的名是真罕咧讲，无讲到耶稣嘛，无讲到基督，基督敢若用着4遍讲到基督若定。大部分讲的名是一个叫做羊羔，但这是咱的可能袂当真明白，因为这是一个上帝真奥妙这种智慧伫咧。要安怎伫这伫以后伫天顶，还是即个末世到的时阵，要掌管伫这个事顶面？咱想讲，大概是一个身穿白衣，然后骑白马啊，真耀武安尼入来，迄个人则是一个咱看做是一个要掌管伫世界的人。无拍算出现是一个受胎的羊羔。羊啊，已经是伫这动物中间上个温顺、上个袂当去欺负人迄个羊。搁一个羊啊！是细只羊伫遐生出来，这细只羊的这羊羔，佫是受风刣的，佫是上界这咱人所知影这画面中间上界美水这个，竟然是一个天顶，大家咧敬拜的。这只有上帝上帝智慧才有可能去想在，是个主是即种的形态，要互咱伫遐来学习。伊主嘛家己嘛甲咱讲，伊到伊地面上来是要服侍人，毋是要用服侍。到最后晚餐的时阵，就甲这学生伫遐甲洗因的骹，爱因逐个来学老师的模样。这嘛是正做咱所有基督徒伫地面上，咱拢以后要来听人、要来服侍人的一种模范伫咧。上帝用真奥妙方式，伫迄个所在来显明天顶的一种情形伫咧。天顶的情形到底是安怎？咱今日圣经在中间为第4章开始讲到，主耶稣开始已经出现，迄羊羔出现。第5章的时，伊正刚出现啦。在场面看好以后出现，咱较咱的时再来看这情形。然后到第6章的时开始去讲到主耶稣，这羊羔伊开始做一寡代志。所以整个启示了，甲整个以后这末世前的时，有一个主角伫咧。这个主角是甚物？就是主耶稣。伊用羊羔受胎羊羔做这个象征伫这个所在。当然，为什么这个启示了，咱会当伫迄个所在来辨别讲，这应该就是以后伫天顶的情形。伊保这个约翰伫迄个所在来写起，伊写头前迄个所在清安，然后写有配合这7间教会。到第4章的第1节时，伊伫遐讲，这个代志以后，我看见伫天里有门开，搁有
我起头所听见的声，亲像河头，甲我讲话的讲，你上来食，我要将后来所得较正的事来指示你。原来约翰伊就是受到邀请到伫天顶去，讲你上来食，你上来这里，讲你上到这里来。上帝邀请约翰到伫天顶去，因为互伊听到声以后，佫会当目睭看去，然后依照即个确实会当将即个伊所看见的，来写做是个启示了，然后到伫互即个初代教会会遮人看见。即个启示了，其实伫即个整个咱看教父，还是后壁遮所有人写文章中间。整个圣经拢有影响着，但是启示了影响非常的大的咧。因为伊讲起毋是过去的代志，伊讲起是未来这个代志，伊讲起是上帝掌管的这个事情。不管伫倒一个时代的时，拢讲做真侪人的即种安慰的咧。咱看去约翰伊伫遐写讲，伊上到伫天顶的时，伊所看见是啥物？伊所看见就看见上帝宝座。后壁的时拢无去讲到上帝这个名，是讲到迄个宝座坐伫宝座的。伊毋敢讲到上帝话，伊敢讲到坐伫宝座的，嘛有可能伊根本就看袂到，迄是一个真光亮亮一个宝座，就是上帝伫迄个所在。然后伊佫看到即个宝座前有4个画面，甲24个长老伫咧，拄则讲起即个启示录中间有真侪即个数字啊，还是动物啦，还是啥，拢是有伊的象征一个。真侪人会做即种解说伫咧，伫以西结书嘛有讲到即个4个画面，这4个画面伫书度，伫即个启示录第4章第6节所在，伫遐有讲起讲，这4个画面是啥？一个是狮，一个是牛仔，一个是人，佮一个是会飞的鹰鸟。但这4个到底是代表着什么？原来这4个咱来当解说是，即个狮就是代表野兽，就是动物。然后即个牛仔就是代表人所饲的即个家畜。你人会当饲的，这是野兽，这是人饲的。第三人就是人，第四会飞的即个鹰鸟，就是伫天顶咧飞的这鸟类。有人讲安尼也无包括所有的啊，还有一个伫海底鱼啊。但是不管安怎，伊代表这4个人，代表就是要讲到上帝所创造的这画面。上帝所创造这画面，嘛甲上伫即个宝座前咧徛。上帝甲人甲伊所创造这万物，并无脱离去，拢总在伫即个宝座前伫遐徛。但24个长老是什么意思？有一个解说，我是感觉非常合理，就是24是12加12，头一个12就是咧讲到迄个以色列12个支派，而且族长伫咧，伊是上帝选民，伊代表着包括你我已经咱受着上帝拣选的人，称做上帝百姓。另外，这12就是12个使徒，代表着主耶稣透过这12个使徒，将伊的话语伫遐传遍这个福音到伫全世界去。所以24位的长老是代表着这个福音要到伫全世界所在，到伫上帝的这选民，上帝所拣选的这人，拢总要徛伫宝座前。天顶，互咱到遮，咱看见头前是啥？约翰到伫天顶，要看见迄个敬拜前的时阵是坐伫宝座顶，就是白上帝伫迄个所在。然后徛伫镜仔是啥物？是所有伊创造的这画面，包括动物嘛在内。然后有这上帝选民，这是24个长老，甲伊去接受这使徒所传互咱的这好消息，这人拢总要代表徛伫迄个所在。这是约翰头一看到这个景象伫咧。然后看到这4个画面，对所有被造的人，伊伫遐所讲的话是啊，第4章第8节讲：现在，现在，现在，主上帝全能的，早伫的，现在伫的，将来也伫的。因伫遐为身体所发出来声是啊，上帝才是迄个全能的上帝，是永远伫的，早伫的，现在的，将来嘛要搁伫的。然后看迄24个长老，因伫迄所在将因的即个冕旒。已经升到伫天顶，就是因伫地面上所做领受迄冕旒，摕起来下伫宝座前。伫迄个所讲的是第4章11节讲：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堪得受荣光、尊贵、权能，因为你捌创造万物，万物伫地，万物受创造，拢是对你的旨意。
因才会受竞选的才会百姓，已经听见主的这个道理，这个好消息，到伫将这主的囝儿这人，伫迄个所在讲啊啦，讲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堪得受荣光、受尊贵的，因为这宇宙拢是你所创造的。但咱已经会当想象，伫天顶一个敬拜的这个情形是啥？是中有一个宝座伫咧，上帝坐伫迄个所在。然后开始有这所有受造物，拢总伫迄个所在。然后咱看起是啥？佫敢若佫欠一项伫咧。到底欠倒一项伫？原来欠迄个受胎羊羔伫咧。所以刷落地，咱今日无读这个部分，就启示录第5章的第1节到第5节。伫迄个所在就讲起讲，约翰到伫迄个所在，伊看伫这个坐伫宝座这个上帝，正手摕一个罐册伫咧时阵，这个册顶头佫有7个这个印啊，甲封捌伫咧，啊，敢若无办法拍开。约翰就伫迄个所在真急，就伫遐来哭，但是一个长老甲伊讲，第5章第5节伫遐讲，无伫天哭，你看犹大支派的狮，大卫的拳头已经得胜，通来开即罐，甲遮的7个印。原来就是安尼，透过安尼去介绍啥？介绍主耶稣伫迄个所在要出现啦。迄个主角爱出现啦，这个主角就是，然后咱就看伊讲，佫刷了写讲，这个主角就出现的时阵，约翰看见受胎羊羔徛伫这个宝座前，这4个画面甲这个24个长老中间，因就开始伫迄个所在拍落去敬拜。咱讲这个长老就拍得拜。咱看起是一个情形一个出现啦。原来天顶敬拜就是安尼，宝座伫宝座是主上，就是这上帝。然后这个囝是透过这个囝，主耶稣将上帝介绍互咱知影，逐人拢毋知影，只有主耶稣伊会当介绍着。然后伊出现的时，伊毋是用一个阳光的面出现，伊是用受胎羊羔出现，是表明伊的谦卑，表明伊安怎为着世间人要牺牲伊的性命，爱咱去学习着伊，亲像安尼会当来学习别人。这个主角出现了的时阵，这所有徛伫敬拜中间的人，就伫遐来拍落去来拜伊。开始后壁就这个敬拜伫遐出现。咱看起是天顶的一种敬拜的，甲咱地面上的敬拜，你有感觉有啥无共？伊非常的清楚，当这个受胎羊羔出现时，这4个画面就是所有受创造的。这24个长老就是受竞选，这个信的人来诚做伊的百姓，这样拢总看到受胎羊羔来引导伫遐拍落拜。咱礼拜日咱到伫拜堂来敬拜的时阵，你的中心是啥物？你毋知逐摆敬拜煞时，你有感觉你甲主伫遐来见着面无？啊，是咱已经惯势，咱礼拜日咱就咱就爱到伫拜堂来报道共款。你是怀着一种什么心情？伫这礼拜日中间，我要来见着主，我要与主相会，要为主来去领受迄个活命、迄个气力伫我身上。什么怀着这种心情，然后咱来敬拜。天顶的敬拜中间，这人拢准备好伫遐时阵，当受胎羊羔出现的时阵，迄个敬拜就伫遐开始啊！逐人先拜落去，跪落去拜，因为主已经出现啦。咱所看的，这是一个敬拜的开始。然后咱来看因安怎来敬拜。伊迄场所在，毋是干那这4个画面，甲这24个长老尔，后壁佫继续看伊，讲到所有的天使，甲一切受造的物，拢总拍伫这个羊羔的面前。所有的人拢总伫伊面前合拜伫这个所在。然后咱看因的方式是啥？因逐人拢手来摕着一个琴，甲即个金的即个香炉，然后开始唱歌，唱新的歌。因伫遐大声伫遐来学咯，将即个阳光归伫坐伫宝座，甲即个甲羊羔的。因用的方式就是用琴甲金香炉，咱就是要来学习什么叫做琴甲金香炉的一种服饰伫咧。所以因用的器具是啥？就是这个琴甲这个金的香炉，意义到底是什么？伊讲琴就是伫咧用唱歌的方式，用学乐的方式，这种敬拜甲祈祷。然后金的这个香炉是啥？
这个香就是遐正使徒、正圣徒因的祈祷，所以这通讲着因带着这个正使徒的这个祈祷啊，到伫这个上帝面前，所以这是金香炉，就是一个恳求甲这个祈求式的一个敬拜甲祈祷。咱过来想想，伫天顶的敬拜是啥物？伫宝座的时阵，然后受造物，这拢围绕伫这所在，有包括四外面就是所有伊创造的，然后到伫24个这个长老神，就代表讲受伊竞选的，佮伫遐相信伊的人，这个人拢徛啊做伙，佮加上天使，佮加上一切所有被造的物，拢拍拜伫这个羊羔受台羊羔的面前。然后因摕着因的琴，摕着即个金的香炉，伫迄个所在来敬拜。等咱以后的第几讲中间，咱去讲到即个琴的敬拜到底是啥物？即个金香炉的敬拜到底是啥物？那今仔两个甲合来做伙，甲看伫即个想象即个情景的时阵，咱至少会当知影讲琴甲香炉敬拜是啥物？头一个就是专连的一种拍拜的一种的敬拜伫咧。敬拜意思本来就是你拍拜的拍拜落去的这种情形，伊毋是干那咧讲着这种身躯表达咱的这种尊敬啊，定。其实规个人代表是规个人的这个意思伫咧。咱通想想，因遐回教徒的时，因每工都爱5拜，安尼不管去到伫倒一个所在，时间一到时，因就炸这个毛毯，马上就扑落去。然后就向着因感觉圣地所在，伫迄所在开始，伫遐规个人安尼拜伫迄拍拜伫迄个所在。可能咱看的是干那即种表面，因的肉体伫迄个所在跪拜那点。但是因要表现就是伊对心内整个的即种尊敬，还是即种顺服，还是即种降服伫即个主权下面的即种情形的。琴甲香炉的敬拜，头一个嘛是甲人讲，毋是我摕着琴，我摕着香炉，我就徛掉，安尼都无。你是拍拜伫即个受台羊羔的面前。第二，琴甲香炉的即个敬拜，啊，你讲着伊是要唱一个新歌伫咧。即第5章的第90到第10节所在，伫遐因来唱的新歌讲，你堪伫摕迄罐来开伊的印，因为你受台要用你的血对逐族、逐窗口。逐号百姓、逐国每人来归上帝，互因做国、做祭司来服侍上帝，因也要做王伫地上。原来就是这个人为什么要安尼来讲？就是因为主耶稣为着咱受台，用伊的血将这个赎回这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倒一国的人，不管是讲倒一个乡口的人，拢总来归属到伫上帝面前。为什么伊会当安尼？因为为着因来牺牲，为着因来留这个保卫伫咧，所以这个人就开始伫迄所在用歌伫迄所在新的歌伫遐来学落伊。但这个新的歌，毋是讲啊，这个歌拄新创造的，毋是，迄是要甲咱讲一个每拜你有每拜无共款的领受。即每个的领受的时，你就用你的心灵，用你的诚实来敬拜伊的时，迄就是逐摆拢诚做一个新的歌，伫迄所在学落去。用琴甲金的香炉来敬拜时，你爱拍拜伫伊面前，佮用你的心为你的心底开始，你逐摆的领受来诚做一个敬拜到伫主的面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意义，伫遐讲琴甲香炉的敬拜是动心伫迄个所在来学落。因为咱关于到第5章会读到最后一节、12节时，伫遐讲受台羊羔合伊来得到权能、富有、智慧、快乐、尊贵、荣光、学乐。伫遐佫前讲着千千万万的天使也同心大声相赞讲。原来这是毋是某几个人啦，是一寡人同心伫迄个所在咧相赞。这边也出声，这边也出声，一种都无。这个人同心伫迄个所来敬拜，敢若是一个交响乐团共款安尼。不管你原来的身份是啥物，不管你的积分是啥物，你用你所领受的，就伫迄个所在来学落，就诚做你炸的迄个香炉，大的即个圣道的即种祈祷的事，以及你大的即个琴的，伫迄个所在来学落去，这是咱看见琴甲香炉的即个敬拜。第四个，
啊，讲到即个是几啊方面三角来做伙的，因为到第5章13节到14节讲，约翰伊佫听伊讲，伫天、伫地、甲地下面、甲海面一切受造的物，甲其中既然所有的，拢讲恶乐、尊贵、荣光、权势，拢归伫坐伫，归互坐伫座位，甲羊羔到代代无尽。四个画面讲阿门，遐个长老就拍得拜。原来即个敬拜天顶的敬拜中间，所看见是一个庄严的一种方式。迄个中心是主耶稣甲上帝伫咧，然后才会受造物徛伫惊位伫个所在，才会受竞选，才会百姓伊主耶稣，才会诚做上帝惊你，才会人也徛伫迄个所在。因为加上天使，加上其他才会就伫迄个所在开始来敬拜。敬拜用啥物开始？用拍拜伫伊面前。敬拜用啥？用伊对心底开始，伊的领受出来是伫迄个所在来学咯。然后，逐人同声伫迄个所在来学咯。不管是伫地上的、伫天顶的、伫海面的，一切所造物的，拢总伫迄个所在将阳光，拢总归互即个伫宝座顶以及伫羊羔的。咱毋知会当去想象，开始会当明白，原来天顶的敬拜就是怎样安尼。咱倒转来想，咱的敬拜，咱到伫咱每礼拜即个敬拜中间，你有迄种领受、迄种感觉。你有感觉就是即个上帝，还是主耶稣受胎羊羔伫咱的中间，圣神甲咱三个做伙，然后将咱所有即个敬拜，毋是咱伫迄所在来咧吟歌，即个歌真好听，啊，毋是咱读过话语，即个话语真有智慧，毋是安尼那定。咱是到伫主的面前，主伫宝座顶，遮个人拢伫遐讲，遮个所有一切，拢总是归荣光伫你。不管是即个恶乐，不管是尊贵，不管是权势，遮拢总归伫咱的主。咱逐摆来到伫拜堂来咧敬拜时，咱应该有存着即种的情形，互咱知影讲，这才是真正伫天顶迄个敬拜。所以伫咱若要结论来看的时，咱后壁佫有几啊讲的去讲着是，咱讲针对今仔所看的这对琴甲即个香炉的即个敬拜的即个祈祷中间时，伫遐来讲着讲，咱伫咱的即个生活中间，咱的祈祷、咱的灵修、咱的敬拜中间时，咱需要有琴甲金的香炉会送甲做伙，就是毋是咱敬拜到伫主的面前，干那伫迄所咧求求尔，咧祈求那定。然后咱嘛毋是讲干那迄个敬拜，就是干那一直咧唱歌尔。咱会袂记咱咧早迄个金香炉，即金香炉底是啥？迄正圣道因的祈祷啊！你毋知为着别人的即个祈祷，为着你的厝边，为着即个亲人朋友还袂相信，即人你有带着伊，为着因的祈祷到伫主的面前无？即两项拢欠一个就袂使，有琴甲有金香炉伫咧，你有学乐有敬拜伫咧。对心底内底，你家己领受新的歌会敬拜无？然后你又搁加上这金香炉，是带来这正圣道因的祈祷，带来你家己的祈求，到伫主面，只能合做伙时，伫天顶的敬拜就是安尼。咱若有顺着即种的时，即种追求，即种渴慕的时阵，咱嘛真毋望上帝伫个所在咱来接受天顶的即个邀请，讲你上来食。咱就当将咱真正咱的琴甲金香炉带过来奉献伫上帝。要互咱大家来思考讲，伫咱的祈祷的生活中间，你毋知有较欠缺即个琴，还是较欠缺金香炉无？若是个是，咱来做倒一种的调整伫咧。今仔伫遐，互咱学习的是讲，天顶的种敬拜是安尼，有几啊种多元性一个。然后有即种伊的意义伫咧，毋是真单纯着伫上帝嘛知影咱的需要，毋是敢若知影讲咱伫个所在来敬拜来听，伊个会当要接受咱的即种祈求伫个成就，就是琴甲即个金香炉伫咧。所以咱家己的即个灵修，咱家己的即个祈祷生活，咱嘛是共款，即两项拢爱兼顾伫咧。咱毋知有欠缺倒一项无？咱来做倒一种的调整啊无？最后要问咱讲。上帝，你若上帝伫宝座顶已经接纳咱的即种新歌、的即种颂赞时阵，会上真的是，你毋知要去向上帝来求什么无？我想即个意思是要互咱搁一摆来思考讲，
咱逐摆到伫圣殿内底敬拜上帝，咱有去见到主耶稣啊无？咱有甲主耶稣发生更较亲密的关系？啊，是咱这个所在，敢若一个形式安尼经过那点，念几首啊诗，我有奉献，我有听报告，我有请安，安尼那点个。毋通袂记得，咱每摆到伫圣殿中间，咱倒转的时阵，就是有一个领袖，我已经甲主来见着面了，我已经与主相会。以后我有一个，我来献上我的感谢，然后伊也一个毋望互咱。咱带着即个毋望，带着即个安慰，转到伫咱的生活中间。毋望天顶的即个敬拜，琴甲金锣的即种敬拜，会当成做咱伫敬拜主的时阵的一个学习伫咧，咱当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透过约翰所写的即个启示录，互阮来看见着伫天顶的敬拜，伊的中心乃是就是主耶稣。你是受胎羊羔的形式，到伫在正人的面前，伫遐受人敬拜，因为你为着阮受胎流宝血，洗阮的罪，是通达你堪得有即个官柄、荣光，拢归伫你的。阮感谢阮这一摆来学习着天顶的敬拜，乃是琴甲金香炉的敬拜，求主你帮赞。互阮伫教会中间的敬拜，互阮家己的即个祈祷的生活中间，也会当有即个琴甲金香炉的敬拜伫咧。主你帮赞来带领，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我们当时用主所教示主祷文，三甲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